头起先来关心的就是台湾2021年的时阵开放莱克多巴胺的猪肉来进口。今年4月底的时阵，受验到这澳洲来的猪肉内底是有含莱克多巴胺，因为无超过标准，所以是会当通过。也若消基会认为讲，应该就要公布这批进口肉到底是要送去倒位。食药署表示讲，会评估风险，而且继续调整查验的方式。台湾2021年开始开放内地进口甲单，4月底验出有澳洲进口的猪肉产品有莱克多巴胺，虽然无超过标准，却引起讨论。消基会认为，民众难免会看心，也有可能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猪肉使用信心。餐厅或者市场上购买猪肉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尽量选用台湾猪肉或者是不含美国猪肉的这个餐厅。那么消费者以后在选择上可能就必须要再注意是不是你食用的这个餐厅含有澳洲进口猪肉。消基会建议政府应该公布这批猪肉产品的流向，是不是直接互人食用，还是去加工厂？专家建议政府增加检验的强度，让民众安心。其实消费者他应该不是在意猪肉的产地，他在意的是有或没有。那问题是现在不能标示有或没有啊。就说因为它莱克多巴胺在里面浓度是蛮低的，我相信不会对健康造成危害。我建议卫生主管就应该要加强稽查一些幼儿、怀孕的妇女，还有心血管疾病更为危险。因为美国总统川普的对顶关税政策影响真深，美国公布的最近对外贸易障碍评估报告显示，台湾要求进口猪肉爱标示原产地，学者认为这就亲像暗示美国猪肉产品有食安的风险，不排除伫关税谈判有可能让人提出来讨论。其实就是暗示我们的，比如说像这个对进口美猪美牛的一些规定那可能这些规定呢，要比美国本身更加的严格，非常有可能会在谈判桌上来谈判。对于各方意见，食药署刚用文字回应，强调这批澳洲进口的冷冻猪脚将近23吨，有验出来这，不过是符合残留容允量，会当通关，嘛会当伫国内卖。国讲为开放进口猪肉产品甲单，拢是逐批查验，会持续依照风险变动调整查验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